點解受傷嘅又係我哋農民啊？有冇睇到新聞啊？100噸嘅小麥拉走咗，28萬嘅貨款一到賬戶就變咗蝕債資金被凍結。早2個月1230桶食用油事件凍咗20幾萬，9噸嘅牛肉事件又凍咗40幾萬。點解唔將100噸小麥、1230桶食用油同埋44噸牛肉一齊凍埋佢呢？係咪先？呢幾件事我都仔細咁研究過。如果我遇到呢種情況，點樣先可以解決呢？我覺得除非你一開始就好謹慎，識穿呢啲係詐騙佬，唔係嘅話，好大機會你都會中招。咁有人就話啦，咁有人買你貨，唔通你唔做佢生意啊？係啊，收錢發貨，以為穩賺㗎啦，點知發完貨先發現張銀行卡被凍。我覺得如果係正常做生意，可以提供到做生意嘅證據，就應該解封翻啲銀行卡啦。以至於俾人哋詐騙嘅，應該去追究真正搞詐騙嗰班人，而唔係將呢個矛盾推俾商戶去承擔。你哋認為係咪呢？